来看立法院今仔进行委员会调集委员的选举，国民党团、民众党团合作，伫国防甲外交委员会推选民众党的立委林义君来做调委。民众党的总调黄国昌嘛有去委员会关心，嘛甲国民党团的总调鲍昆萁说过声。这个新会期，民进党是摕到8席调委，国民党团是7席，民众党团是1席。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昆萁摇手致意，电镜头前，甲民众党立委林义君细声讲话。国会新的会期，搁一届出现蓝白合。立法院25举行各委员会调委的选举，当头戏是国防甲外交委员会，国民党马文君无想要连任调委。蓝白三长私底下见面了后，国民党决定让民众党蓝白合齐支持林义君。因为安尼采推举的方式，由民进党王定宇、民众党林义君做国防甲外交委员会调委，针对国防部编占蓝后续蓝的预算，规划14年投入2840亿，那白讲会严格来审查。是我们是会严审啊，因为现在都还没有那个嘛，哈，整个都50%到60%而已嘛，所以这个的话，针对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会在严加讨论。像潜舰的后续舰，这属于新增的。那可能会因为总预算的退回时程会被延宕，甚至于就没了。这个部分我比较担心。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嘛专工去现场，甲鲍昆萁握手致意，上定蓝白新的会期会持续好好合作。我们先前针对了非常多的议题深入而且广泛的交换了意见了。那当然，召委的选举这件事情也在讨论的范围之中。马文君委员或者是陈永康将军，还有巧芯这几位呢，他们也都充分尊重党团的一个决定。因为委员会其他的席次是由蓝绿各摕到1个调委，民进党团摕到上侪席有8席，国民党团7席，民众党团1席。了后，国民党团随举行3场的就职典礼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有去现场致意，若被联手退回总预算，会是调野攻防新的战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